看南投信义乡东部村对外唯一道路到95线，张又高有水泵山交通中断。早起县政府出动大型的机械抢修，县长柯淑华嘛到现场勘灾哦。民众是怨叹讲，一个月来同一个所在已经发生过3届的水泵山咯，望政府得爱提出办法。 开头机从石头甲落瓜门做阵挖起来，马上等落去下骹的溪流。南投县信义乡到95线4.3公里的所在爆发土石流，4号一透早大型的机械入来清理，前一天以先撤离的当地住户，趁着天气好倒转来家园，却是发现厝已经待伫咧土石堆当中，相当的无奈。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？田里都不能做了。 啊，房子也都机器什么肥料都弄得都这样了，都埋住了。对啊，都埋住了。那个屋子都已经那个属实快要一层楼的高了。到95线是东部村一带对外唯一的联络道路，目前山顶有500至1000名的居民，民众是表示食的甲啉的也阁有够，敢若少数人会冒险行过土石流来进出。只是一个月之内，同一个地点已经爆发3届的土石流，毋但是生活受到影响，农产也运袂出去。要出国嘛方便，那农产品要出嘛无法度啦，安尼啦。拢行这条。嘿，弄这条，阮遮就干这条尔。 南投县长柯淑华来到现场勘灾，要求包商采取马上帮马上清的方式来抢修，预计4号下晡抢通，未来会甲水保署来合作，整治山沟边啊顶悬崩山的所在，彻底来解决土石流的问题。今天如果按照已经是整体冲毁，可能必须真的要请我们这个水保局比较专业的单位，那我们公所跟县政府都会全力的来配合，看如何来做好这个治山防洪啊。 柯淑华也认为，气候变迁地区防水的标准提悬，借此灾变来互问题放大，中央甲地方也应该做阵来想对策。记者南投报道。